妈妈，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一起玩吗？这个嘛，即马台湾有真侪囡仔拢讲华语，毋过咱台湾是一个多语的社会，囡仔其实有机会听到无共款的语言。我真的，我买无5要2万。台语路4年来举办超过500场的台语共学活动，50场体验活动，15场母语分享会。阮一直鼓励大人甲囡仔讲母语，毋过阮嘛知影有的人需要搁较侪支持。台语录出任务，发光的宝石，全台湾上好耍的音乐、游戏、故事囡仔册，互大人有机会教囡仔轻松用台语耍游戏。高赞，不要紧，免客气。互囡仔愿意开嘴讲台语的秘诀，拢伫这套囡仔册内底。故事的设计为台语录拄着限制天赛开始，邀请囡仔斗阵出任务找宝石，启发囡仔耍游戏讲台语的动机。册内面拢总有8条现代囡仔歌，由台语路亲子乐团团长阿燕和音乐制作人陈昭武共同制作，结合超过10个台语家庭的音乐专业来创作。册内面有4种倒阿姨，囡仔会当用家己的手来做佚佗物仔，互囡仔哪耍哪学习，快乐学台语。爱讲台语的阿乐，便来伫学校讲台语。每一个游戏甲说明拢有 QR code 语音档，特别邀请美声女王苏茵茵来合作，对台语无熟手的大人会当直接放声音档予囡仔听。无着空，你嘛会得到宝石哦。册内面的故事、游戏图片嘛足精彩，有真侪台湾特色，亲像苦仔粿、润饼糕、烧番麦、土凉、腊米等等，互囡仔感受到台湾文化的趣味，培养在地文化自信。我伫咧表演的时阵，接受观众的点歌，我发现即摆有真侪台湾人所爱听的，拢是抖音内底的中国歌，甚至尾也发现，连幼稚园嘛常常直接摕这的歌来放予囡仔听，所以我就想讲。应该来做一寡咱台湾家己的囡仔歌，互咱的囡仔自细汉就通接受到较侪台湾文化。除了会当互囡仔家己伫厝里佚佗，嘛会当互幼稚园也是国校的老师摕去使用。互讲无共款语言的囡仔，拢会当来欢喜耍、欢喜唱、欢喜学语言，即马就连咪来到订。